親愛嘅靈魂，你哋好嗎？歡迎嚟到 Midnight Rhythms 嘅冥想引導系列。我係心靈療癒師 Serene， 你即將展開全新嘅豐盛頻率，而家就係最好嘅時機，為我哋豐盛人生種下美好嘅種子，提升我哋財富嘅頻率，令豐盛更輕鬆流向你。而家我哋正式開始，請你合上眼睛，將注意力帶到當下，感受身體嘅生命力，感恩活在當下嘅奇蹟。將你嘅注意力帶到呼吸上面，我哋唔需要改變任何嘅節奏，只需要溫柔咁樣觀察我哋嘅氣息如何自然地流入你嘅身體，如何自然地離開你嘅身體。每一次溫柔嘅呼吸都係一次溫柔嘅提醒你活喺呢一個當下。而家請將你嘅左手輕輕咁放喺你嘅心輪嘅位置，胸腔嘅中心，我哋感受下手掌傳嚟嘅溫度，感受一下心跳嘅節奏，然後將另外一隻手放喺自己嘅腹部臍輪嘅位置，大概係肚臍三指之下。對自己輕輕咁樣講，此時此刻我係安全㗎，允許自己全然咁放鬆，深深咁樣吸一口氣，再慢慢呼出。呼氣嘅時候，感覺你成個身體嘅重量，感受你身體同大地連接嘅感覺，想象你嘅尾龍骨後面有一束金色嘅光，呢一束光慢慢伸延到大地之中，連結到地球溫暖穩定嘅核心。你覺得安全、穩定、被支持着。再一次深呼吸，吸入空氣，呼出空氣。你感覺成個身體越嚟越放鬆。而家請你回想一下，當你諗到金錢同埋財物嘅時候，身體邊一個部位會感到繃緊呢？係眉頭、膊頭定係胃部呢？我哋輕輕將注意力帶到你會繃緊嘅地方，只係出於善意嘅觀察，我哋唔批判，唔對抗。想象你嘅呼吸係一道金色嘅光，喺吸氣嘅時候，將呢道金色嘅光帶到繃緊嘅部位。呼氣嘅時候，我哋將所有關於金錢嘅焦慮、擔憂、壓力，都隨着呼氣嘅時候化作灰色嘅煙霧，徹底咁樣釋放出去。吸氣，吸入金色嘅光同埋放鬆，呼出膚色嘅緊張同埋恐懼。吸氣，吸入金色嘅光同埋放鬆，呼出膚色嘅緊張同埋恐懼。吸氣，呼氣。
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每一次嘅呼吸都係一次嘅清理，一次嘅釋放。而家我哋將雙手放返喺大髀嘅位置，自然放鬆。你做得好好啊！而家我哋內心對住繃緊嘅位置講：好多謝你嘅提醒啊！我睇到啦。我而家釋放所有不屬於我嘅財務焦慮，唔夠好嘅事物，我釋放我對未來嘅恐懼。而家將你嘅意識帶到心輪，我哋想象呢一度有一個小小嘅寧靜空間，就喺正中央。有一個金色溫暖嘅種子，呢一粒種子係你內在嘅豐盛嘅本源，佢從來都冇離開過，佢一直都喺呢一度。而家我哋將呢一粒金色嘅種子轉入所有豐盛嘅聯想，呢一個唔係一個具體嘅數字，而係一個感覺。當你擁有足夠時間、自由選擇權嘅時候，嗰種鬆弛嘅感覺；當你有足夠嘅能力為所愛之人慷慨咁付出金錢，照顧佢哋嘅時候，嗰一種滿足而喜悅、踏實嘅感覺。當你能夠創造價值、解決問題時候，嗰一種充實而喜悅嘅感覺。而家我哋將呢一份美好而溫暖嘅感覺，好似泉水一樣灌溉俾我哋呢一粒金色種子。睇下佢，因為吸收咗呢一啲美好嘅能量，已經開始發芽生長啦。而呢一粒種子已經慢慢生長成為一個穩定、溫暖嘅金色光球。光球裏面散發住嘅光，從你心輪慢慢擴張，填滿咗你成個嘅空腔。呢個光慢慢流向你嘅雙手。你雙手感受到金色嘅光同埋溫度，佢係一種充滿創造力嘅金色能量。你嘅雙手嘅力量可以任由你去創造、給予同埋接收。而家你身體每一個細胞都散發住金色嘅能量，呢一種能量令你每一個細胞都閃閃發光。而家我哋將意識帶回我哋心輪嘅位置，將金色豐盛嘅光球慢慢向下移到去臍輪嘅位置，並將一粒金色嘅光球植入扎根。呢一個力量已經成為咗一個閃耀而穩定嘅能量核心。輕輕咁同自己講：此時此刻，我與宇宙豐盛資源同頻共振，我允許豐盛以無數輕鬆喜悅、意想不到嘅方法湧入我嘅生活。我
我每一日都注意到金錢係流向我，俾我用嘅。我嘅思維充滿創造力，我嘅行動力為我帶嚟豐厚嘅財富。我感恩我擁有嘅一切，我感恩豐盛倍增。而家請你好好咁記住呢種感覺，從心底裏真誠咁感謝你嘅身體一直支撐住你，感謝你嘅心靈有無限恢復嘅能力同埋創造力，感謝你今日付出嘅時間同埋關愛，感謝你所有留低嘅資源、機會同埋靈感。感恩係我哋最高嘅頻率。請記住呢種感覺。而家慢慢將你嘅意識帶回呢一間房裏面，開始感受一下你嘅身體，感受一下周圍嘅空氣同埋聲音。你聽到咩嘢呢？我已經安全咁接你返嚟啦，你重新屬於呢一個世界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你可以輕輕咁樣喐下你嘅手指頭、腳趾頭，帶着內心呢份平靜同埋金色嘅光芒，慢慢睜開眼睛。以下落嚟，你可以做一個小事情去延續呢一個頻率。你可以整理一下你嘅銀包、信用卡，或者一筆小嘅收入，真誠咁同佢講一聲多謝。我哋由呢一啲小事情開始，同你嘅潛意識講：我而家已經以新嘅方式同豐盛共處。好多謝你嘅參與，願你內在豐盛嘅光能夠照耀你嘅道路。我係心靈療癒師 Serene， 好多謝你鍾意我嘅影片內容。喺呢度我為你送上最大嘅祝福。如果鍾意我嘅影片內容，歡迎你喺樓下留言個 like， 或者俾一個冥想嘅 emoji 公仔我，又或者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好感激有你嘅支持同埋鼓勵，引導嘅冥想影片，好歡迎你隨時返嚟觀看，或者俾自己做一個10日嘅冥想 challenge。我哋下一條影片見啦，拜拜。